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3月26，启示录2章25节安尼讲：当作恁所有的，就持守伊，到我来。三甲来祈祷，爱阮持守到落尾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监察人的心，知影阮的心思意念，目睭亲像火焰，互歹无法度隐藏的真神上帝。主啊！你是一行公义甲审判，脚亲像光亮的灯，踏碎一切假神甲恶者的独一上帝，因为只有你是永远无改变。主啊！虽然推雅推入教会，互你称做有听、信心、服侍甲吞忍，总是你也责备伊会用阮异端、罪甲偶像的言行。主啊！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无伫属灵的顶面来用阮歹，也无骄傲家己来行。独独阮所有的，就持守直到你来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